主后2022年7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受动摇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，甲咱受自接到伊遐的事，阮要求恁。若有听人讲阮伫有言讲道，也是伫批年有提起主的日教的时，恁的心毋通动摇，也是惊吓。人无论用甚物方法，恁拢毋通互因骗去，因为伫迄日到以前，一定先有背教的事，嘛有不法的人。就是注定灭亡的人会出现。这个敌对者提高家己，超过一切称作神明，也是敬拜的对象，去坐伫上帝殿，自称作上帝。这个代志，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捌甲恁讲，恁减袂记得。恁拢知，现在是甚物？在牵制迄个不法者，伊的时若到，伊会出现。因为迄个神秘的不法势力已经在运作，不过着听候到底牵制伊的势力刷开迄时才会发生。迄时不法者会出现，主耶稣会用对伊的喙吐出来的气，甲伊杀死，用伊来临的时显现的阳光，甲伊消灭。不法者来临的时，会用撒旦逐款的权能、行假神职甲奇事，佮对灭亡的人行逐款邪恶的骗术，因为因拒绝去爱护因得救的真理。为着安尼，上帝互因产生强烈的错觉。去相信虚假，地球一切毋信真理、意爱不义的人，拢受定罪。以上愿主祝咱所听读伊的话，无受动摇。伫每一个时代，少少都有人会宣称耶稣特别来的言论。人往往惯势甲主要搁再来的日。甲世界末日，也是灾难连结做一伙，所以主要搁来的日，时常受联想到某种大灾难的来临。譬如讲，真侪电影就用火山爆发、大加利亚风、地动、津波、大水，甚至病毒传染、恐怖攻击等。作为末日灾难的主题，不过主要搁来的日，无拄拄就会甲灾难有直接的关联，并且关系要搁来的日，无人知是伫时会来临。就算是人主耶稣也毋知，独独只有爸上帝知若定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有讲到着。主要搁来的日，亲像贼仔共款，雄雄出现，互人无法度逃脱。对伫属基督的信徒来讲，应该谨慎做好准备。所以，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搁一摆提醒信徒避免互错谬的讲法带入岔路。若有听人讲阮伫有言。讲道也是伫批年有讲起主的日教的时，恁的心毋通动摇，也是惊吓。人无论用甚物方法，恁拢毋通互因骗去，因为伫迄日到以前，一定先有背教的事，嘛有不法的人，就是注定灭亡的人会出现。保罗呼吁信徒。无论主要搁来的日到啊，
即种宣称是根据语言、口头的假释也是批信，拢毋通轻易受动摇，直到失去冷静的头脑，陷入思想混乱、情绪不安的情况中。保罗也讲到，关系主搁再来一日的进程，伫主的日到进前，捕获者会用真侪手段欺骗信徒，毋过终其尾，遐个捕获者会灭亡。保罗指出，捕获者会显出一寡通分辨的特征，亲像捕获者会高举家己，称家己做上帝。捕获者甚至会惊逐种奇迹异能，显出假的有调，诱拐人相信风寒的代志等等。毋过，当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，的确会消灭这个不法者。若是伫不法者的诱惑，会有一寡人受欺骗，相信白贼话，掠罪恶者快乐，因终其尾也会受定罪灭亡。保罗毋但提醒当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信徒，也对现在的咱提出劝勉。有的人会用预测世界末日的方式来迷惑人，互人因为惊吓相信因；有的人会用引人注目的方式，互人感觉神奇去跟对因；有的人会错误引用圣经，甚至改变圣经来为家己讲话，企图误导人亲近因。这个捕获者的动机，无非是要高举家己，甲家己比评做上帝。面对真假恶辩的白贼，咱是毋是会信心动摇，失去理智呢？盼望咱伫主搁再来的日以前，会警醒、谨慎生活，有智慧分辨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一切，无互任何人用任何的手段欺骗去。咱来默想，主要搁再来的日进前，会有不法者的欺骗，我通怎样面对？主要搁再来的日进前，会有不法者的欺骗，我通怎样面对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赐予我智慧，互我会晓分辨什么是你的心意，帮助我警醒、谨慎生活，有比主耶稣会搁再来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